来乡亲啊，继续来讲，这个卵是继续咧起价，部分的通路甚至无卵通卖咯。不过，行政院的副院长郑文灿进前去看这个通路，所看到的是货源充足，放鸡卵的架仔顶拢是满的。但是明明咱的记者实地去探访，所看到的，毋但有限制消费者只会当买卵鸭，而且货架仔顶嘛拢是空的，根本就买无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拄则嘛来表示，讲目前这个鸡卵每一天的产量拢维持伫113000箱，讲比去年的同一时间较侪哦。陈吉仲讲，等气候较稳定，差不多4月之前，鸡卵的状况就会当个回到正常的水准。这个时阵会使食够卵的胖，满足家己的胃，这款的幸福，敢有遐简单？架仔顶拢无卵，台北市议员蒋派军昨日面册写讲，台湾区某一个超市拢无鸡卵。批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承诺讲，未欠卵甲卵价回稳拢做无够。记者实际到超市看到顶头这皮蛋真济，因为下骹的架仔顶拢无卵，边啊搁挂一个告示牌，一人限买2盒。因为即马想要买都无地买，过去看超商同款拢无卵，想要抢嘛免抢啊！这敢真正无欠卵？国内的每天的产蛋的数量，那目前是维持在113000箱，至少比去年的同期有比较好。但是根据国内的这个需求量，每个人一年至少吃了350几颗以上，所以目前我们从加工的部分大力的来调度到给所有的国人。但去中共极端气候甲禽流感是主要原因，强调讲全世界拢伫欠卵。同时，行政院将针对贩卖营业税减免，会阁延一季，降低饲料成本，或者个卵价回稳。嘛讲到4月之前，莫阁欠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